78歲男士由太太陪同到來我們辦事處尋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原來男士用緊我們 Crib 幫助聽器，對我們的服務及產品非常有信心。男士希望升級至我們新的防水助聽器。由於男士長期在遠洋貨船的嘈吵機房工作，導致聽力下降。替男士做聽力檢查，結果是左右耳重至極重度弱聽。給他試用我們的24通道防水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。外出試機，太太跟他說話，他聽得清楚，噪音抑制效果理想。喺邊度行船啊？係四圍去噶，我哋去咗幾多個國家知唔知啊？有10幾廿個。哦，咁啊，一年翻嚟香港幾耐啊？差唔多1年咯。我1年先翻香港一次啊？係啊。哇，咁咪好辛苦。男士馬上決定購買我們這款24通道防水 Repro A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男士在使用我們這款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太太不用好似嗌交一樣跟他溝通，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。